咁啊，嚟到3月19號晚嘅數碼講華爾街，我係大家節目主持李鴻賢啦。做咁嘉賓主持方面呢，有實德金融研究分析經理郭啟倫 Ferris 喺度嘅 ，Ferris 你好，阿 Jo 好，大家好。嗱，睇翻啦，即係今日啦，即係無可避免啦，大家即係基本上全個金融體系、全個金融市場呢，都係即係一大焦點呢，就係講緊聯儲局啊，啱啱即係喺凌晨時分2點鐘，即係今朝啦，凌晨時分2點鐘呢，公布嗰一個嘅即係議息嘅記錄或者議息結果啦。嗱，當然大家都即係唔使諗噶啦，就唔會喐噶啦個息口。如果喐個息口嘅話咧，就唔係即係咁簡單嘅新聞啦吓。咁啊調翻轉啦，佢唔喐個息口之餘咧，亦都好多嘢可以玩嘅。咁啊所謂嘅玩咧就玩咩？玩字吓，點樣用字咬文嚼字咁樣啦。嗱。即係曾經咧都有啲即係唔同嘅分析員啊、經濟學家咧已經預咗啦。咁我哋琴晚節目咧亦都講咗，就佢有機會係 delete 咗，即係刪除咗有耐性即係 patient 嗰個嘅字眼。咁啊，但係問題咧，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咧逐個亮點同阿 Ferris 傾咧，就係話佢有幾個嘅即係焦點嘅成個嘅即係聲明裏邊啦，包括係話嗱佢係減咗嗰個嘅 patient 嘅字眼啦。係啊。咁但係問題咧，佢就講到明啊4月開會嘅時候咧，加息就唔係好大機會啦，但係調翻轉就話有機會喺6月嘅時候加息。嗱，呢個係第一個嘅即係嗰個嘅焦點啦。係。第二個焦點咧就係包括係話。佢講到明咧，喺合理嘅即係有合理嘅信心啊，所謂嘅咁啊，通脹喺中期啊就可以翻返去2% 嘅指標樓上。咁嗱，先講咗呢兩個先。咁嗱，如果你話淨係講刪咗 patient 嘅字眼，咁佢今次又冇加啲新嘅字眼啦。但係問題咧，第二個咧就話佢有合理信心通脹可以中期翻返去2% 樓上。咁即係話係咪話第一樣嘢就話短期佢真係加息嘅時候咧，未必會理佢係通脹通縮噶咯。佢起碼會突然之間話俾大家聽，玩一個中期嘅目標啦，咁樣。係啦，冇錯啦。咁因為從玩到爐火純青嘅呢個文字遊戲去睇咧，其實聯儲局都係希望喺呢一個減除咗呢一個嘅保持耐心耐性呢個字眼之後咧，其實都係俾到一個嘅指引啦吓，叫做大家話我依家就係開始係其實係部署緊呢一個嘅利率正常化嘅一系列嘅動作啦。咁不過其實好老實講，都係聯儲局唔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其實究竟美國嗰個經濟有幾好，或者係咪都仲係好脆弱啫？咁好老實講，作為一個美國嘅央行如果你都唔係好肯定美國個經濟可唔可以頂得順呢一個第一次嘅加息嘅動作嘅時候，咁佢當然唔會貿貿然去出招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反映緊佢哋對美國嗰個經濟嘅展望，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做半信半疑啦或者唔係好全面性樂觀嘅一個嘅態度嚟嘅。嗱，不過奇就奇在咧，即係佢喺呢一個嘅即係話有機會6月加息嘅同時咧，其實佢就調低咗即係一系列即係幾個嘅即係經濟增長嘅預測啦吓。咁啊，包括係話今年嗰個美國經濟增長啦，佢本來由2.6%至到3%咧，就下調到2.3%至到2.7%啦。咁至於2016年同埋2017年咧，就甚至乎就話唔會超過2.7%，即係你會見到咧，可見嘅將來幾年咧都係維持一個即係3%樓下嘅低增長啊！即係我哋可以咁講啦。咁如果相比起中國嚟講啦，咁另外咧亦都講翻啦，失業率嗰邊咧就調翻轉啦，覺得係幾好嘅。咁由之前咧5.2%至到5.3%咧調低，即係下調去到5% 至到5.2%。嗱，至於2017年咧，甚至乎會跌到去4.8%。嗱，呢一段嘢係即係驟耳聽咧，就好似有啲矛盾嘅，就話喂，你之前就話有機會6月加息，中期嘅通脹咧就有機會去2%。咁但係問題咧又調翻轉啦，個中期嘅經濟增長唔係好就喎。係啊，咁其實佢亦都大把理據或者藉口係佢推翻之前所講嘅嘢。咁諗好老實講，因為即係呢一陣子嗰個美元咁強勁嘅時候，咁其實亦都係叫做拖慢咗美國通脹嗰個上升嘅步伐啦吓。呢個都理解得到咁，亦都係好大條嘅道理吓。咁同埋亦都係即係外圍嘅因素其實都唔係咁好嘅時候，亦都係對佢哋下調翻整體個經濟增長嗰個預測，亦都係無可厚非啦。咁不過既然佢係下調緊嗰個經濟增長嘅時候，咁大家一啲所謂玩加息
前景嘅投機者嚟講咧，其實佢哋亦都係多咗啲武器，就係話咦嚟緊應該都唔會咁快加息嘅，我哋仍然可以就住呢一樣嘢咧就去做一個炒作啦。嗱，要即係講翻咧，即係嚟緊唔會咁快加息呢幾個，即係呢一句說話咧，其實點樣嚟咧？就係即係呢一個咧，就係佢第4個重點啊，即係我自己歸納出嚟啦。嗱，第一個重點咧就係冇咗 patient 嘅字眼啦，第2個重點咧就係合理信心，中長期通脹可以升翻去2%啦。第3個重點咧就係調低咗一系列即係幾年嘅經濟增長，甚至乎係即係同埋呢一個嘅失業率啦嚇個預測啦。好啦，最尾即係或者叫做最重要嗰個嘅預測咧，就話聯儲局咧就修訂咗官員對即係呢一個利率變化嘅預期，咁啊包括係話估今年年底嘅時候咧，聯邦基金利率咧係會由呢一個即係之前12月估嘅時候1.125厘咧，就落到去0.625厘。嗱，呢一個先係大家所關心或者關鍵嘅嘢，就係突然之間睇，喂，今年年底最多個即係個息率都係大概係0.625嘅啫。即係喂，佢如果係講到咁同佢直接講話即係加息甚至乎即係直情加埋息都已經係咁上下噶咯。係可以咁講，所以其實即係依家只係話喺6月如果唔加息嘅時候，咁其實最快會去到邊度呢？咁其實大家都已經係即係預計到，縱使6月係唔會加息，亦都唔代表今年全年係唔會加息嘅動作噶啦。咁問題就係在於聯儲局佢真係要配合好多嘢啦。咁除頭先所講，除咗係嗰個美元係咪即係繼續強勁呢？其實一陣間我哋都可以講下，即係耶倫都亦都講咗美元嗰個嘅影響嘅。咁嗱，如果美元係繼續強落去又點？或者已經開始係見頂回落，其實會唔會幫到美國嗰個通脹一把咧？呢樣嘢亦都佢哋去考慮嘅一個嘅狀況啦。咁不過就始終佢哋揸住一樣嘢，其實幾有信心嘅咧，就係話呢一個嘅就業市場你即係只要個就業市場係亮麗嘅，嗰個前景係正面嘅時候，咁你起碼啲美國人使錢或者嗰個嘅消費信心咧就會好啦。咁如果消費信心好嘅時候，亦都會帶動到即係呢個金融投資領域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會係去翻一個個股市暢旺嗰個零售銷售又開始好翻嘅環境噶啦。即係最緊要都係嗰句啦，即係睇下有冇公開嗱，另一樣嘢咧就睇翻咧，基本上佢琴日出過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聲明之後咧，個美匯指數咧就即刻即係叫做插咗落去啦曾經去過即係98樓下添去到97點幾嗰啲位啦。咁嗱就係問題係而家即係過後啦，即係殺咗落去之後咧，又慢慢升翻上嚟。咁嗱，耶倫佢嘅講法咧，就睇到佢好似話如果你嗰個嘅即係第一樣嘢就話你加息就有機會喺6月之後開始陸續加息啦，去到年底一定點都會加噶啦。第二就係話佢嗰個嘅失業率嗰一紮嘅數據係調低埋嘅，即係覺得係個市場係幾好嘅。咁第三就話嗰個嘅經濟雖然佢唔係話咁好，但係問題即係你有咁嘅條件去加息咧，即係起碼對美元嚟講點都會有啲支持嘅。如果咁講，會噶嗱，因為其實係啦，就所以話點解嗰個美匯指數叫做係都一個幾急勁嘅跌落嚟啦。咁但係其實咧都好似開始叫做企穩翻，因為你始終係講緊美國唔係玩貨幣戰爭啫。嗱，某程度上佢唔係唔想玩嘅，不過只係叫做玩完佢第一個玩冇錯啦，即係出邊咁多人個勢係咁玩嘅時候，你要點樣去接招啦咁好啦，如果即係大家對美國加息喺今年始終係會有一次嘅加息嘅時候咧，你即係揸美元去叫做一來係對沖呢一個嘅加息風險啦咁同埋你加息嘅時候，咁你嗰個可能嗰個金融市場會做一個大啲嘅回吐整固都未定咁所以咧都仍然叫做我覺得中短線咧揸美元嗰個嘅策略咧仍然係會維持嘅。嗱，呢一樣嘢就係冇得變甚至乎即係大家揸完美元嘅同時咧，甚至乎揸埋美元嘅資產嗱，美股咧其實琴日咧喺低位度咧，即係出完個聲明之後啦，喺低位度咧曾經最高係反彈，即係超過成300點，咁接近成400點啦，399講緊，咁道指最尾咧就升成227點。嗱，即係睇翻呢一個咁樣嘅聲明咧，大家都已經講咗頭先4個 point 咁最尾個 point 就最緊要就係大家會預今年嗰個美國嘅即係聯邦基金利率咧
最多都係講緊0.625厘啊。咁呢一樣嘢即係變咗我話俾大家聽，係啊，我係會加息，不過咧加息嘅幅度溫和到你唔信啊，溫和到即係溫和到大家都感覺唔到有加息嗰個壓力喺度啊。好啦，咁嗱另一樣嘢咧都可以講翻少少咧，就係話嗰個嘅即係 OECD 咧，嗱調翻轉美國嗰邊咧就預呢一個嘅今年嘅經濟增長啦係即係比較低啦，由2.6到3%啦，咁啊調低去到2.3至2.7啦，頭先講過啦。咁但係問題咧調翻轉，咁呢一個嘅即係 OECD 咧就上調即係佢哋自己嗰個嘅經濟預測，咁甚至乎咧即係調升到咧嗱，認為啊成員國今年同埋出年呢兩年嘅即係經濟增長分別係4% 同4.3%，係咪真係有咁勁呢？如果你話比起佢11月所做嗰個預測咧，其實就唔係調高好多嘅啦，因為上一次佢哋係講緊係3.9% 啦嚇，咁即係講緊係稍微係啦，稍微0.1個百分點啦，咁而出年就係4.1% 嘅嚇，即係就變咗係向上調高0.2%，咁其實係切合啲乜嘢咧？我覺得嗱係切合咧大家對依家環球國家啊玩呢一個嘅貨幣戰爭而推動呢一個佢自己本身嗰個嘅出口係有一個嘅好處喺度啦。咁同埋咁邊個可以食到呢啲出口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嗱，美國咧就可以做得到嘅。咁因為嗱一來美元係強勁啦嚇，美元強勁亦都係對美國人啊購買嗰個意欲咧係會係正面嘅。咁亦都好似頭先所講啦，只要大家覺得有公開嘅時候，咁你揸住嗰個美元又可以比平時買得多嘢嘅，咁係唔係着數咧？咁呢樣嘢係值得留意嘅。嗱，不過佢又好奇怪啊！佢調翻轉啦，就調低咗呢個嘅中國經濟嘅增長預測啊，認為即係呢一個嘅即係中國經濟嗰邊咧，其實就即係反而調翻轉會向下嘅。嗱，另外印度嗰邊咧就預期上升啊，上升即係調升到7.7% 同8%，即係你要諗下，喂係咪即係調翻轉就係印度有機會取代咗中國成為呢一個嘅即係比較勁啊高速增長嘅引擎啊？呢個其實亦都有機會咁，同埋如果你睇翻佢調高個百分點，其實亦係高嘅喎，因為之前嚟講係6.4% 啊嘛，咁啊今年佢就預計去到上到7.7% 嘅，咁啊而出年咧就係之前就預計6.6%，咁啊依家就調高到去8%，咁所以嗰個調高嘅幅度係大嘅。咁當然啦，其實係印度目前為止即係嗰個購買力或者個消費力嗰個爆發力咧，其實基本上係同中國一樣嘅啫嘛。不過只係在於大家即係呢10年啊過去10年，即係中國嗰個作為環球經濟引擎係好顯明嘅，咁所以大家就將個焦點放咗喺度嘅。咁其實咁係好喎，咁即係變咗有輪流有兩個大國嘅發展中嘅國家去推動呢一個環球經濟嘅時候咧，咁所以亦都變咗你 OECD 就有呢一個嘅調高經濟增長嘅預測喺度啦。好啊，嗱咁啊呢一節咧我哋講住咁多先啦，咁啊陣間大家即係陣間預告埋啦，我哋會講 Facebook 最新推出一個比較新嘅功能啦，就係話 Facebook可以即係有一個小額嘅金錢上面嘅即係交易啊，陣間翻嚟再講。中港股市互相牽引，群雄爭霸，誰主浮沉？股通互講，北方領航。AH 無壁壘由我路路通天使陳志軍打破投資地域界限，請嚟兩地專家提供買賣策略，助你尋找優質股份。每逢港股交易日，DBC 3台財經台下午2點 ，AH 路路通內播出。AH 無壁壘係由中國北方金融特約贊助播出。深圳東海國際公寓地處福田區黃金地段，深圳最大地鐵樞紐站上蓋物業，坐擁雙高鐵直通全國，14分鐘即達香港九龍西站，以308米高度稱冠亞洲，無敵海景盡收眼底，私人飛機物業服務應有盡有，一應俱全。深圳東海國際公寓旗艦巨輪傲然領航，請即打867588288888查詢詳情。
兩會揭示股市經濟新形勢，投資者喺股市新常態底下點樣能夠持盈保泰呢？高人論證，有高手為你指點迷津。投資高手羅尚佩以及高盛衍生工具部嘅團隊，聯同小炒王梁心欣，助你運籌帷幄。高人論證股市新常態第二季投資講座，參加名額已經全部爆滿啦！多謝各位支持。講座將會喺3月23號星期一晚上7點15分喺中環長江中心59樓舉行，請登記咗嘅觀眾準時到達啦！認股證及牛熊證乃無抵押結構性產品，如發行人或擔保人無力償債或違約，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應收款項。高盛亞洲證券有限公司可能是唯一報價者，過往表現並不預示未來表現。投資前應細閱有關上市文件所載的風險因素，並向專業顧問查詢。師妹，又有咩新搞作啊？唔係新搞作，係新時段啊！由而家開始陪住大家揀首新歌，星期一至五下午4至6聽足2個鐘啊！哦，揀首新歌嘛，2個字，新。聽眾即時互動聊天。好啦，咁啊，翻嚟數碼講華爾街第2 part 啦，咁啊節目裏邊繼續請嚟實德金融研究分析經理郭啟麟喺度啊。係嗱，我哋頭先咧第一節嘅時候咧都已經即係預告咗，或者叫做即係講咗俾大家聽眾聽咧，就會講呢個嘅 Facebook 啦。因為其實咧 Facebook 咧啱啱就宣布啊，即係推出一個新嘅功能。咁啊呢個功能咧其實就同 Apple Pay 咧就差唔多。咁啊但係調翻轉咧，佢好嘅地方咧就話自己 Facebook 啊已經有一紮嘅即係叫做 Messenger 啦，咁啊可以自己客戶即係我譬如個人同個人之間咧，透過呢一個嘅 Messenger 咧，做一個嘅小額嘅金錢交易啊。咁所以佢所謂嘅小額金錢交易咧，當然即係冇講到話係即係大概係幾多錢到。咁但係問題咧，佢只需要咧好簡單，只需要喺呢個 Messenger 裏邊咧輸入一個即係錢嗰個符號啊，跟住再打一個銀碼。咁嗱，佢示範嘅時候咧，可能係打20蚊美金，咁啊已經即刻可以即係 send 俾即係對方。咁啊直情話哇，就咁 send 就 send 咗20蚊俾對方，即係好似感覺上係即係非常之方便，亦都唔需要再登記啲乜嘢 number 啊，講咩密碼成啊，只需要咧就要即係用之前咧就登記晒所有嘢咧，咁啊交易嘅時候咧就可以好方便噶咯。但係你自己睇咧呢個咁樣嘅，即係你首先係點睇呢個咁樣嘅服務先，係咪即係 work 唔 work 或者正唔正先？嗱正唔正嘅話，我覺得即係需要急錢嘅用家就 very good 啦嚇。咁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借錢同埋債仔同債主之間咧好方便啦。點解咧？因為你除咗撳個掣之外咧，其實白紙黑字噶嘛，即係成個 message 就話要我幾時幾日幾點問你借，你幾點 send 過嚟啊？呢個係一個嘅佢有個少少嘅問題咧，就係話要1至到3個銀行嘅工作日，即係你話如果你要撳翻出嚟咧，就要起碼要等1日咁樣。反而我諗緊會唔會係話，即係有啲某啲即係嗰啲叫做網上購物嗰扎咧，其實就好正啦。喂，如果而家咁搞法嘅話，我直情喺 Facebook 度開間鋪頭，跟住直情係賣嘢，跟住直情係即係 Facebook 賺嘅嗱。佢而家講到明啦，呢一個嘅即係服務咧就唔收錢住嘅。咁但係佢可能咧即係將來收錢嘅地方咧就話喂，我直情喺嗰個嘅 Facebook 開一個網上商店，再揾埋 Facebook 咧就再宣傳，再俾錢，咁成寨一條龍咧，喂 Facebook 點都賺嘅咯。會㗎嗱，因為其實講緊呢一個服務係即係呢個 Apps 啦，或者呢個服務啦嚇，即係嗰個牽頭人或者嗰個所謂嘅設計人咧，就係講緊係舊年6月喺PayPal 走過嚟嘅呢位仁兄啦嚇 David Marcus 啦。咁所以即係喺呢一方面嘅賺錢嘅，無論係啲technical 嘅嘢啊嚇，或者嗰個成個流程啊，應該就會好方便、好舒服嘅。咁所以咧就喺就嚟緊4月啊嘛，好似係嘛？係4月咧就下個月咧就會係出呢一個嘅 service 嘅。咁好啦，頭先你講嗰個作為即係可能係投資者啦嚇，即係投資落 Facebook 股票嘅投資者就係可能其中一樣嘢就係留意就係話，咦咁佢唔收錢，咁喺邊度會係加大個生意額咧？咁其實頭先阿 Jo 都講咗啲係好有機會嘅嘢啦嚇。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話暫時佢唔收 commission 或者唔收呢個 handling fees 嘅時候，咁其實係冇害嘅。咁因為
一來咧就係將呢個服務佢要完善化咗佢啦嚇，咁同埋喺當中會唔會係佢哋自己嘅用家同用家之中係即係 jam 到一啲嘢出嚟，從而咧令到 Facebook 嚟緊嚇點都用多咗。係啦，咁或者好似你話依家有1至3個工作天啫，咁第時會唔會係即係加速啊？好似我頭先話齋，我即係手頭上唔夠錢嚇，即係買一個嘅呢個麥當勞嘅什麼乜乜套餐喎，咁你可唔可以即刻挖錢過嚟咧？成單嘢我自己覺得就幾型嘅喎，嗱，即係基本上好似嗱，大家可以諗到，我去一個嘅即係快餐店，連鎖又好，唔連鎖都好啦，我跟住走過去，我因為電話其實大家就唔會唔帶噶嘛，即係你可能八達通可能會唔帶，咁你拿住個電話，跟住就 send 翻個 message 去佢哋間公司嘅 Facebook account，咁啊即刻可以買到嘢啦，即係大家會可以想像到咧，將來嗰個方便程度係幾大啦。呢一個嘅即係 Facebook 今次呢一個嘅服務咧，大家絕對唔可以睇少啊！咁嗱，另一個咧，佢嘅要補充翻少少咧，佢所謂嘅即係快或者好簡單咧，就係佢都有保障過買，即係雙方交易嘅，即係個用家嘅嗱，包括係話咧，佢係會。即係需要係用一個嘅即係借記卡嘅戶口啦，即係所謂嘅借記卡咧，即係之前講咗個 debit card 啦，即係嗱佢有機會用 Visa 或者係 Master，咁陣間關於呢兩間公司會唔會從中受惠一陣間即係講埋呢個再談到啊，咁嗱佢有幾樣嘢嘅，另外亦都會有一個嘅即係編碼啦，咁甚至乎咧即係咪需要用一個指紋辨識咧？咁都有機會，即係你會變咗個保安系統都幾強下㗎啦，仲要係小額即係小額嘅啫喎，咁反而係如果即係你超過100蚊美金，佢都唔受理嘅，咁你咪大家會覺得喂輸極都係100蚊啫，咁反而會幾放心去用呢個服務喎。都會㗎啦，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啦 ，David Marcus 都喺 PayPal 過嚟嘅，咁你話喺即係嗰個encryption 啊，即係個 security 上邊咧，我覺得就絕對真係唔使擔心嘅。啲問題就係在於佢嗰個限額啦即係個上限幾多啦，咁同埋嚟緊即係學你話齋，咦會唔會即係嗰幾個工作天係再縮短咧，會更加快啲咧？呢一個係即係嚟緊Facebook 睇下可唔可以完善呢一個服務呢一樣嘢啦。咁跟住後話就話咦咁，譬如係Visa 啊、Mastercard 啊咁嗰啲嘅 debit card 會唔會因為從呢一樣嘢嘅服務楞得到而係有一個嘅對佢自己本身個股價或者係生意嚟緊有一個嘅推進咧？我覺得係其實 OK 嘅噃。嗱，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嗱呢一個嘅 Apple Pay 啦，即係而家基本上變咗 Google、Apple、Facebook 所有嘅即係大型嘅公司咧，都喺度爭緊呢一個嘅電子嘅商貿或者電子支付市場嚇。如果而家咁睇嘅話，即係我哋都可以留意下呢一個嘅即係 Visa 同埋 Master 究竟係咪即係個股價甚至乎啲盈利可以即係提高一線啦？因為如果你真係講到好似即係可以用咁多唔同嘅服務咁計嗱，即係但係我哋都可以睇翻啦。其實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即係 Visa 咧，其實個股價都唔即係表現都唔差㗎嚇。而家近排特別係即係都升得幾緊要啊！咁我哋都要諗下，喂係咪可以趁呢一個勢頭咧，就直情喂唔好諗住買 Facebook 咁簡單啦，直情買個提供服務嗰一紮咧。會㗎嚇，因為如果你其實講緊係即係入 Visa 呢一類型嘅，其實你講緊係一個橫向嘅投資啦嚇。咁你即係變咗係即係只要 Facebook 一個服務一開始咗，而係慢慢有一個嘅增加嗰個用量啊，而亦都嗰個 volume 係亦都係增大嘅時候咧，咁其實大家會睇得到即係只要將來或者係嚟緊佢要收0.001嘅一個嘅 commission 又好，個 fees 又好，所 generate 到嗰個嘅生意嗰個收入咧係可以係一個天文數字啦。嗱，其實即係唔係淨係我哋講噶，基本上咧 Morgan Stanley 咧亦都即係有一個分析員咧，其實都即係出咗報告或者即係講到明啦，就係話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新嘅服務咧，其實就係對呢一個 Visa 同 Master 咧就即係正都幾正嘅嚇，特別係講到會增加佢哋嘅收入呢一紮嘢啦。咁嗱，我哋都除咗喺呢一個諗就話喂，究竟中國嗰邊會唔會有機會引入到咧？因為其實而家你講緊微信或者係講緊即係WhatsApp 嗰啲都好少呢啲咁樣嘅服務嘅喎。係啊嚇，咁但係如果譬如你話喺美國嗰邊即係呢一類型嘅社交 Apps 其實都即係之前都有啲係類似咁嘅服務啦嚇。咁如果你話可以楞埋嘅，咁亦都係即係當然係譬如係騰訊其中一個可以附加服務嘅話啦嚇，都對佢自己本身加大個收入咧係一個嘅
收入來源嚟啦。但係最尾問埋一句咧，就話如果而家咁嘅情況咧，即係俾你揀咧，你自己會買呢個 Facebook 啊，即係 Visa、Master 定係呢個 Apple？因為其實全部都講緊都Facebook 咧就講緊軟件上嘅支付，咁啊蘋果嗰邊咧就講緊硬件上嘅支付，可能佢對部機，始終你都係講到尾都係喺個手機度咧就着墨㗎啦。咁而家係咪咁嘅情況？咁會點樣玩呢？係啦，嗱，如果你話頭先俾個幾個 choice 出嚟啦嚇，咁可能其實我覺得咧嚇，即係配合翻之前Apple Watch 嗰個推出啦嚇，咁會唔會即係 Apple Watch 亦都係掕埋落去呢一方面嘅支付嘅啲功能啦嚇，咁從而咧對蘋果嗰個股價或者嗰個收入咧係有一個嘅提振作用嘅。咁我覺得即係你咁多個頭先俾個3-4個嘅選擇 ，Apple 我覺得係都仲係有一個嘅上升空間。即係仲有得諗，特別係而家睇翻啦 ，Apple 其實都仲未入呢一個道指成分股嘅。雖然佢即係又升咗成即係200幾點啊，講緊227點啊，18076點啊，咁但係都未入嘅。另外咧，我哋都可以睇埋啦。其實 Visa 咧，琴日都即係跟住翻個美股升啦，基本上美股咧淨係得一隻係跌嘅咋咁講緊。咁好啦 ，Visa 都跟住升嘅，升1.2%啦，267.657啊。咁大家究竟係咪即係繼續追咧？咁啊，反而要留意下啦。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啊。嗱，我哋即係今日咧都已經講咗幾樣嘢咧，就包括話呢一個嘅即係我哋第一節咧已經講埋呢一個嘅耶倫啦。咁因為其實佢今次咧講咗即係刪除咗嗰個耐性用詞咧，但係問題咧佢係即係同一時間修訂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咧，去到0.625厘呢一個位咧，大家即刻會諗到喂，就算加息都唔驚嘅。咁第二咧就係話嗰個第二節講嗰個 Facebook 咧，其實大家要留意住咧呢一單嘢咧，即係唔會話咁快就完嘅，反而係大家可以跟進下中間仲有冇啲咩股票啊可以炒啊，可以留意下，特別係即係提供技術嗰一紮嘅後勤公司啊。冇錯。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啊，咁啊唔該晒啊 Ferris 啊，唔使。